你好，我係 Doris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9月29日至2025年10月3日嘅香港資金流分析。以下資訊係由彭偉新提供。過去一個星期，恒生指數收報27,141點，全星期上升1013點，升幅3.9%。期間最高見27,382點，最低落到26,322點，波幅擴大到1060點。4個交易日裏面，開市競價時段全部錄得資金淨流入，總額有77.6億港元，冇出現流出日。至於收市競價時段，就有2日流入，2日流出，最後淨流出8.4億港元。綜合兩個階段，總資金淨流入80.5億港元，比前一個星期嘅53.2億港元增加27.2億，顯示資金流有改善。不過同之前5個星期平均152億比較，仲係少咗71.5億，跌幅達47.1%。即使美國政府停擺風險升溫，加上內地國慶假期北水暫停，港股依然維持升勢，三大指數齊齊上升，科技指數領漲6.9%。資金追捧阿里巴巴、09988等大型股份，推動指數向上。全體64隻成分股錄得上升，當中35隻進入強勢區，佔比39.8%，另外10隻進入潛力區，佔11.4%。恒生成分股資金面偏強，全周有76隻錄得淨流入，12隻錄得淨流出，流入與流出股數比例係6.3:1。金額方面，流入有153.87億港元，流出84.56億港元，比例係1.8:1。阿里巴巴09988錄得最多資金流入，有14.5億港元，其次係香港交易所00388錄得12億港元，而騰訊控股00700錄得最大流出，達39.9億港元，美團03690排第二，有16.2億港元流出。前10大流入股喺競價時段總共錄得67.84億港元，前10大流出股就有84.45億港元，比例係1:1.24，反映流出壓力稍為大啲。有35隻股份進入強勢區，佔42.7%，10隻進入潛力區，佔12.2%， 29隻進入高估值區，佔35.4%， 7隻進入弱勢區，佔8.5%。股價表現方面，有64隻上升，17隻下跌，上升與下跌比例係3.8:1。19隻股份升幅超過5%， 8隻升幅介乎3至5%，只有1隻股份跌幅介乎3至5%。中芯國際00981升幅最大，達24.6%，快手01024升17.3%，排第二。華潤萬象01209跌幅最深，有3.5%。龍湖集團00960跌2.4%。國企指數方面，周收報9658點，上升355點，升幅3.8%，最高見9770點，最低9361點，波幅有409點。開市競價4日都錄得資金流入，總金額有68.6億港元，冇一日錄得流出。收市競價就係2日流入，2日流出，淨流出51.7億港元。整體計，淨流入25.8億港元，比前一周嘅18.7億港元多7億港元，明顯有改善。不過，對比前5周平均96.6億港元，就少咗70.9億港元，跌幅達73.4%。喺外圍不確定因素之下，國企指數穩步上升，受惠於整體港股氛圍。資金流入支持藍籌股表現，雖然波幅唔算大，但顯示出內在嘅韌性。成分股當中，資金傾向流向穩定型資產，幫助指數維持正面走勢，亦同步同恒生指數一齊展現復甦嘅跡象。科技指數方面，周收報6623點，上升428點，升幅6.9%，高位6715點，低位6237點，波幅有478點，係三大指數入面升幅最大嘅一個。開市競價4日全日錄得流入，總金額72.9億港元，收市競價就係2日流入，2日流出，淨流出74.8億港元。綜合計，淨流出54.6億港元，比前一周流出62.1億港元減少咗7.5億港元，改善幅度有限。不過，對比前5周平均81.1億港元，就大幅減少咗167.3%。科技股熱度依然高企，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股吸引資金流入，帶動板塊領漲。即使資金總體錄得淨流出，股價動能依然好強。整體嚟講，港股資金流雖然仲未回到歷史平均水平，但改善趨勢明顯。中線而言，市場繼續睇好科技股同藍籌輪動，投資者宜關注強勢股份，同時要留意波幅擴大帶嚟嘅風險。